清肺打開呼吸之路。下，獨特扁康清肺療法。肺出現孔洞就是肺氣腫，肺裏堆積太多痰，導致支氣管失去伸縮性而伸長，就是支氣管擴張症。肺細胞變形僵硬就是肺纖維化。當然，身體也會為了治好這一切而掙扎，這就是免疫系統復原力。除酵石，炎症離肺部越近越致命。再健康的人在寒冷的冬天只穿一件運動衫到室外也會流鼻涕，這時人們就會不假思索地說，得感冒了。但這不是病，這是遇到冷空氣時，鼻子為了保護身體而分泌的黏液。這黏液不但保護鼻子表皮，而且還能防止冷空氣造成凍傷。而且鼻子裏有很多鼻毛，它能過濾出進入鼻腔細菌、灰塵等有害物質，並通過流鼻涕或打噴嚏排出體外。這是生理現象而非病理現象，但是它們之間的區別很模糊。通常在第一階段，生理現象和病理現象引起感冒很難被明確區分，但這時如果發燒話情況就不一樣了。通過第一道防線，鼻腔黏膜和纖毛有害物質，在進入到支氣管岔路口會遇上名為扁桃體部隊。我們頸部有人體最大的淋巴腺，扁桃體。健康人扁桃體像泉水一樣分泌淋巴球，它們不但會擊退肺炎球菌，還有無數的病毒病菌，並抑制發熱，最終讓人不會得風熱感冒。但是扁桃體弱的人，他的第二道防線會崩潰，從而導致感冒病毒侵入扁桃體內部，此時就會有頸部感冒症狀。從頸部感冒症狀出現開始就會伴隨高熱，一般先有鼻部感冒症狀，然後才會有頸部感冒症狀。由於鼻炎等原因長時間鼻塞而用嘴呼吸人，細菌跳過鼻子這第一道防線，直接侵入其扁桃體，從頸部出現感冒症狀病例也很多。這樣細菌經過扁桃體、氣管到支氣管，從支氣管再到毛細支氣管，逐漸深入。慶幸是，我們的身體在越接近肺地方為了應對最後狀況，在各處佈置了優秀的武士，這就是尖白細胞25%的淋巴球，它們是守護生命的殿堂，肺最後衛兵。當扁桃體健康時候，健康白細胞眼神凌厲，不會放過任何入侵者。在支氣管上有黏液覆蓋着，是為了使灰塵和細菌可以附着其上。數百萬個纖毛在呼吸時不停地運動，從而將附着在黏液上的異物清理乾淨，通過咳嗽將痰排出體外。但是由於肺功能降低，纖毛運動不能正常進行的話，炎症就會侵入到支氣管，黏痰積滿，氣道變窄，就會得呼嚕作響支氣管炎，進一步惡化。咳嗽時出現類似犬吠的聲音，炎症通過微小支氣管侵入肺泡就會得肺炎，伴隨39度高熱的出現，肺炎如同毒蛇般侵入。但是扁桃體健康人是不會容忍39度高熱的，從38度起就會嚴防進一步惡化。38度熱是花蛇，被毒蛇咬會喪命，但被花蛇咬卻不會喪命，即使治癒了肺炎，到達肺部有害物質幾十年來一直在累積，致使肺部留下各種陳年灰塵。這些東西必然會傷害肺泡，這些受傷肺泡量多到能用肉眼觀察到程度時就會出現各種疾病。肺出現孔洞就是肺氣腫，肺裏堆積太多的痰，導致支氣管失去伸縮性而伸長，就是支氣管擴張症。肺細胞變形僵硬就是肺纖維化。當然，身體也會為了治好這一切而掙扎，這就是免疫系統的復原力。復原力的核心淋巴腺，造物主為了保護人體，將多如天文數字的淋巴腺像蜘蛛網一樣佈置在整個人體之內。大部分淋巴腺小得用眼睛都看不到，但是有一個像泰山一樣大的淋巴腺，這就是扁桃體。
扁桃體是我們體內最大的淋巴腺，通過強化肺功能，恢復扁桃體的健康，這樣所有的淋巴系統都會向充滿朝氣歸位的王示眾。這時王就會說，往後絕不允許有風熱感冒、肺炎球菌不可以靠近，就算有鼻部感冒症狀，也得2到3天內結束。一切都按照王命令實行，從此免疫系統日漸強大，什麼病都不允許出現，就連癌症過了4個月後也被約束得不再擴大。癌變組織10個月後還保持原狀的話，癌症也是能被戰勝的。生命在於肺，在人類歷史上，至今沒有人將死亡秘密準確地說出來，頂多說人命在天，相信到了時候上天就會將人命收回去。但是我認為生命在於肺，世上再健康人到了90歲，肺裏也會積滿灰塵，肺細胞會逐漸被毀壞，從而縮短了人壽命，這就是死亡的秘密。無論是誰，如果他生命之路、呼吸之路堵塞，就意味着要面對黃泉之路了。但是我發現了清肺療法，它能打開呼吸之路，恢復生命驚人復原力。肺先被打掃乾淨，隨之身體各處有毒物質也都會被排出去，皮膚也會變清透乾淨。通過強化肺功能，皮膚先變年輕，再過6至8個月，骨頭也會有回應，變得致密，而俗稱肺使人表裏都年輕。年輕的免疫系統會最大限度地減緩人老化的速度。通過50多年臨床實驗，我睇唔到治療和預防就像硬幣兩個面。如果預防可能話，治癒也完全可能。所有病的根源就在於肺，當然治癒的關鍵也在於肺康復。清肺會帶來扁桃體健康，扁桃體的健康意味着淋巴系統恢復活力。聰明的淋巴球意味着包括 NK 細胞或者 T 細胞在內所有免疫系統得到強化，而它就是通向健康長壽之路向導。哮喘、呼吸難、皮膚過敏，清肺後身體逐步健康。我是住在美國舊金山的周女士，今年72歲。我30多歲開始哮喘，病情嚴重時要看急診，咳嗽很厲害，呼吸困難，不能正常工作。連家務活都做不了，中西醫都沒什麼效果，還經常感冒、流鼻涕、鼻塞嚴重。20年前開始，又患上了皮膚過敏。10年前雙手關節腫痛，左腿膝蓋以下腫脹，身患多種疾病，體質越來越差，很痛苦。我看到扁康丸的介紹有一段時間了，經過再三考慮，和先生商量後，於2016年9月開始服用。服用第1瓶時，皮膚過敏得很厲害，非常癢，撓得流膿水，感覺是排毒現象。服用第2瓶時，皮膚好轉，雙手關節腫痛明顯減輕。服用第10瓶時，手指關節開始消腫，哮喘基本好了。服用12瓶時，腫痛消退一半。隨着繼續服用扁康丸，哮喘完全好了，我的身體越來越健康了。徐孝石院長，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。著作包括扁鵲鳥願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、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，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。
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89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，網站 www.payamkang.us， 郵箱payamk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ayamk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 007811@gmail.com from Payamkang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 6 Floor New York NY 10001。